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潮流商機，我係布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頻道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下實體店喺歐美市場嘅呢場硬仗。數據顯示，2025年零售租金升幅跌至得返2%，係10年嚟最慢嘅。更加誇張嘅係，美國同英國執笠嘅鋪頭係多過開張嘅鋪頭，係2021年以來第一次出現嘅倒退。究竟係實體零售店玩完，定係大家揾緊一套新嘅遊戲規則？講到擴張，好多品牌都希望越快越好，但係法國眼鏡品牌 Jimmy Falley 就反其道而行。佢哋全球有超過160間分店，但係進軍美國呢個咁大嘅市場，居然足足等咗3年。點解？創辦人話呢，佢哋一定要等到資源夠、團隊夠，最重要係等到一個 perfect location，佢哋先會肯喐手。最後佢哋喺 New York Lolita 區對住幾條街觀察咗幾日，睇下人流行去邊邊，睇下隔離有咩牌子，最後先至決定喺 Spain Street 嗰度開鋪。呢種寧缺勿濫嘅心態，正正係呢家成功品牌嘅生存之道啊！就係因為呢，依家呢揀錯位嘅代價呢，比唔開鋪嘅代價呢大得多，竟是急速擴張嘅代價。點解咁講？我哋睇下數據。舊年 H&M 宣布全球關閉200間分店，奢侈品巨頭好似 Gucci、Cartier 亦都撤出咗中國一啲2、3線城市嘅分店。最經典嘅就係 Gucci 喺洛杉磯有一間鋪頭，開咗2年之後就執咗。品牌咁樣又開又閂分店，其實係對形象有好大傷害。消費者會覺得呢個牌子係咪唔穩陣，係咪財困？原本諗住呢開實體店呢係為咗增加呢個信譽，點不知呢反而仲變咗公關災難，仲要蝕埋一啲貴到飛起嘅裝修費。K 型經濟與零售兩極化。咁點解租金升幅放緩，但係呢啲品牌仲係揾唔到鋪嘅呢？呢個就係所謂嘅 K 型經濟。呢家嘅市場其實分得好開，高消費群佔咗美國嘅1半消費力，所以品牌呢全部會湧去一啲頭10位核心地段，搞到嗰度啲黃金鋪位呢競爭仍然都係好激烈啊，租金仍然都好貴。而一般平民百姓嘅市場呢，雖然有好多執笠鋪，但係嗰啲時尚品牌根本呢就睇唔起呢啲鋪位啊，因為嗰度根本冇佢哋嘅客，所以亦都唔會進駐入去。專家就話，如果你想喺呢個較為冷靜嘅時期跑出，就唔可以再靠鋪天蓋地嘅數量，你一定要去精準咁揾到邊條街先係合適你嘅鋪頭啦，邊個角落或者邊個鋪位咁樣。總結一句，依家體驗先至係成功之道。其實實體店呢個角色已經變咗好耐，佢唔再係一個賣嘢嘅地方啦，佢係一個情感連結嘅空間。好似 Netflix 喺美國嘅費城，佢就將一間舊有嘅百貨公司改造成為沉浸式嘅娛樂中心，有得打高爾夫球，有主題餐廳，令到呢嗰一區呢變咗一個目的地。當有人流去到體驗一啲活動嘅時候呢，附近嗰啲時裝店呢先至會有生意做。最後等布布用 Jimmy Falley 創辦人嗰句名言嚟做個總結。唔好俾 P&L 主導咗你嘅擴張策略。實體店要成功，重點係創造情緒啦、設計同埋體驗。你又覺得依家嘅商場係咪越嚟越悶？定係你又發現咗邊個品牌嘅新鋪其實都好值得去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啲時尚商業資訊對你有啟發，
記得幫我哋嘅影片俾個 like，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費用全免，仲要開埋隔離個鐘仔，咁就可以收到我哋嘅新片通知。多謝支持，下集見，拜拜。